正如我上一條片嘅預測，雷霆今場選擇變陣，用返熟悉嘅 Holmgren Hartenstein 雙塔打正選。上半場兩隊打得非常緊湊，雷霆呢邊嘅三分手感相當差，只係得10射1中。溜馬半場領先60-57。第三節嘅溜馬中段連續射入4球3分，最多拉開過10分差距，帶住7分嘅優勢入到第四節。落後嘅雷霆喺第四節開段好快就將比分追平，之後嘅兩隊持續拉鋸，入到最後4分鐘，雷霆依然落後4分。關鍵時刻輪到 SGA 接本比賽，個人連入7分反超比分。之後嘅溜馬突然之間冇晒手感，最後3分鐘只係射入1球罰球得1分。面對犯規戰術嘅 SGA 罰球亦都非常穩定，最後全隊3分17射3中嘅雷霆，靠住 SGA 喺第四節攻入15分，全場總共射入35分，以111-104作客打贏溜馬，將場數扳平2-2。